媽咪，你瞓咗覺啦，所以留言俾你。我啱做完嘢，不過呢，想快啲留個言俾你，同你講咩叫 Strep A 型鏈球菌。A 型鏈球菌其實係一種細菌嚟㗎，通常呢都係會喺皮膚啊、喉嚨啊嗰度揾到。咁佢哋呢可以呢，會導致少少細菌感染咁樣啦，譬如令到你喉嚨發炎啊、皮膚發炎咁樣。咁樣咧，通常咧，佢哋點樣係人同人之間傳播㗎？咁樣譬如感染咗嗰個人打乞嗤咁樣，或者咳啊，或者流鼻水啊，又或者佢哋譬如喉嚨嗰度有菌打乞嗤、流鼻水，咁咪可以傳染俾人咯。譬如嗰個人手嗰度咧有細菌嘅，咁我摸咗啲嘢，跟住咧你唔小心之後又摸一摸咗，咁啱唔好彩你又摸下自己個鼻啊、眼啊，又或者手上邊有個傷口啊，咁啲菌咪可以入人嘅身體咯。所以咧呢一個菌咧如果入我身體嘅話咧，人係會有一個免疫系統啊去打仗嘅。咁咧就會譬如發燒啊咁樣，去打呢場仗，殺呢啲細菌。咁都因為呢個細菌咧，嗰個感染嘅人都會好多痛啊、痛楚啊，亦都會低血壓啊，同埋有時咧可能會精神有少少混亂咁樣嘅，因為佢哋病咯。其實如果呢個菌入咗血咧，係好嚴重㗎，係非常非常之嚴重。所以咧要保護大家，保護自己。唔舒服嘅話咧，即刻要睇醫生睇下咧係咪呢個細菌。咁佢哋醫院就會拎啲血去化驗，養下睇下係啲咩細菌，而根據個細菌而去對症下藥，打點滴抗生素啊咁樣啦。都係嗰句咯，呢個菌係會傳染㗎，所以一定要勤力用番梘洗手，保持清潔，同埋要唔舒服嘅話，即刻要問一問醫生睇下個情況，通常都冇事嘅，入咗血嘅話就要快啲治療啦。所以有咩事 call 我啦，I love you，唔使擔心，我喺度。Auntie 佢哋有咩問題嘅話，隨時可以問我。Good night。